大家好，我是新哥。上一期我同大家分享咗在最高峰離場嘅拐點捕捉術，教大家點樣在牌局崩塌前一刻優雅收手截傻。影片出街之後，好多老友同我講，學識睇拐點之後，成功保住咗好多次長龍嘅利潤，唔會再因為貪心而由贏變輸。但同時，大家又問我一個最扎心嘅問題：新哥，我今日確實贏到錢帶走，但到咗下個禮拜，我心癢癢又想去玩，結果好容易會將上次贏嘅連本帶利還返俾你。點樣先可以徹底打破呢個贏完又返嚟嘅魔咒？今日我先同你講真心話，在博弈世界入面，真正嘅大師級贏家最厲害嘅武器唔係在牌台上贏咗幾多，而係在離場之後，像我嘅集團一樣，建立一套精密嘅儲備金隔離系統。今日我就接住上一集，為大家進行終極贏家思維升級，親自教你贏家資產隔離術，幫你建立一個莊家永遠攻不破嘅贏家資金安全法門，帶你真正嘅大殺四方。錢只是過程，守得住先係結果。當你學會像莊家一樣冷酷地隔離資產時，你贏返嚟嘅籌碼真正轉化為你嘅人生財富。你想繼續在瘋狂循環中做一個贏錢又輸錢嘅奴隸，定係學會像嗰個冷酷嘅商人一樣去鎖定利潤積累，財富決定權喺你手上。如果你想用大師級嘅理智去維護你嘅勝利果實，每週都會用科學探究嘅角度同大家拆解博弈底層思維。另外，睇完影片之後，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大家一齊交流，話我知你平時贏咗錢之後最快試過幾耐輸返出去，我會逐一睇大家嘅討論。好，我哋即刻入正題，拆解第一個資產隔離法門。我先同你拆解大佬嘅大富翁紙幣幻覺。點解你贏到嘅籌碼好容易輸返出去？心理學和呢個問題嘅答案隱藏喺一個叫做莊家資金效應嘅心理學現象入面。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對於非勞動所得嘅資金，心理上會定義為免費嘅大富翁紙幣，因為你冇付出體力勞動，你對贏取嘅籌碼擁有極低嘅情緒價值。學和，你唔會覺得呢啲錢係我辛辛苦苦賺返嚟嘅，你會覺得呢啲錢係贏返嚟嘅，輸返出去都冇咁肉赤。心態就係萬惡之源。你贏咗錢之後，你嘅大腦會將這些錢歸類為意外之財，你會更願意用呢啲錢去冒險。和，因為你覺得反正係贏返嚟嘅。而當你用呢啲免費籌碼去下注嘅時候，你嘅風險意識會大幅下降，你會做出平時絕對唔會做嘅衝動決定。我再同你講一個具體嘅數字研究顯示，當人使用意外之財進行下注嘅時候，平均注碼會比使用工資收入進行下注嘅時候高出40%到60%。你贏錢之後，你下注嘅金額會不知不覺咁變大。心理學和你嘅風險會不知不覺咁升高，而你完全冇察覺到。我再同你深入解釋下呢個現象背後嘅神經科學機制。和當你贏錢嘅時候，你嘅大腦會釋放大量多巴胺，令你產生愉悅感。和呢個愉悅感會令你嘅大腦將贏錢同快樂連結埋一齊。
而當你輸錢嘅時候，你嘅大腦會釋放皮質醇，產生焦慮感。呢個焦慮感會令你嘅大腦將輸錢同痛苦連結埋一齊，但係因為贏返嚟嘅錢係免費嘅，你輸錢嘅時候嘅痛苦會減輕，因為你覺得輸嘅唔係自己嘅錢。神經科學家發現，當一個人使用贏嚟嘅錢下注嘅時候，大腦嘅損失厭惡區域活躍度會下降30%，即係話你輸錢嘅時候冇咁痛，所以你會更願意冒險。莊家就係利用你呢個心理弱點，等你用贏返嚟嘅錢去冒更大嘅風險，最後連本帶利輸返出去。我再同你講一個莊家嘅內部視覺，我嘅精算師團隊做過統計，贏錢後繼續玩嘅玩家和佢哋嘅平均下注額會比平時高出40%，因為佢哋覺得反正係贏返嚟嘅，所以佢哋會壓得更大、更衝動、更唔理性。而呢個時候，大數法則就會開始發力，將佢哋嘅利潤慢慢蠶食，直到完全消失。結果佢哋嘅行為模式完全符合我哋嘅預期，佢哋嘅命運一早已經被寫好，莊家嘅心理收割鏈係點樣運作嘅。錢場，我最喜歡嗰啲在星期六贏了大錢嘅客人，因為我知道呢個會價大降低佢哋在星期日進場時嘅心理防禦。由於贏來嘅錢唔肉赤，佢哋會下意識地做出更瘋狂、更不理性嘅高風險投資。佢哋會覺得尋日贏咗咁多，今日輸少少都冇所謂。結果由輸少少變成輸多多，由輸多多變成輸清光。佢哋嘅利潤連同佢哋嘅本金全部回歸莊家。我再同你講個真實嘅案例，有個客人星期六贏咗5萬蚊，開心到飛起。星期日佢返嚟，覺得尋日贏咗5萬嘅，輸1萬都仲有賺。佢開始玩，輸咗1萬，覺得仲有4萬，繼續玩，輸到2萬，覺得仲有3萬，繼續玩，最後5萬蚊利潤輸清光，仲賭輸多2萬本金。佢走嘅時候同我講：如果我尋日贏錢之後即刻收手，唔好再返嚟，就係贏5萬。但係呢個世界冇如果。呢個就係莊家資金效應最可怕嘅地方，佢唔單止令你輸掉利潤和佢，仲會令你輸掉更多嘅本金。你再諗下，如果你贏咗錢之後，你嘅大腦開始覺得呢啲錢係我嘅，你會唔會更加珍惜？你會唔會更願意將佢收埋？你會唔會更唔願意將佢輸返出去？呢個就係認知轉化嘅關鍵。你要將籌碼重新定義為你辛辛苦苦賺來嘅血汗錢，並喺第一時間完成物理隔離，改變你對贏得資金嘅感性認知，首先可以切斷莊家嘅隱形收割鏈。如果你想學懂在財富增長嗰陣保持冷靜與克制，希望你可以點擊訂閱我哋頻道，俾我陪你一齊用數字建立你嘅資產防線。好，講完大腦嘅幻覺，我哋進入第2部分，複製莊家嘅儲備金系統，職業高手專用嘅3信託分倉法。呢個係最實戰嘅部分，你可以即刻用喺你贏錢之後。我嘅賭場帝國每天都有幾億資金流動，但我哋絕對不會將所有現金都放喺收銀台上。我哋有嚴格隔離嘅營運資金、風險儲備金和再投資基金。營運資金用於日常運作，
風險儲備金用於應對極端情況再投資基金，用於擴張業務，三筆錢完全隔離，互不干擾。我哋唔會因為今日生意好就將所有錢壓落去是和，亦唔會因為今日生意差就將儲備金攞出嚟救急。每一筆錢都有佢嘅用途，每一筆錢都喺佢自己嘅位置。呢個就係莊家搶勝不衰嘅秘密，亦都係你作為微型莊家必須模仿嘅思維。你作為微型莊家，你嘅資產隔離系統亦都應該係咁。當你順利離場回到家中嘅時候，你必須將贏得嘅利潤以10000元為例，同莊家一樣進行比例隔離50%，即係5000蚊係鐵甲準備金。呢筆錢必須無條件存入一個你平時極難提款嘅戶口，或者直接用於實體消費，例如交租、供樓、買基金俾家人買禮物錢。對賭場永久死亡，絕對唔可以再作為博弈籌碼。你當佢已經消失咗，唔好再諗住佢。我再同你講一個真實嘅故事。有個職業玩家，佢每次贏錢之後，都會將一半利潤存入一個定期戶口，3年唔准喐。3年之後，和佢發現佢嘅鐵甲準備金已經累積到超過30萬。佢用呢筆錢俾咗層樓嘅首期，佢話我知，如果唔係呢個鐵甲準備金，我可能已經將呢30萬全部輸翻出去。呢個就係強制儲蓄嘅威力，30%，即係3000蚊係糧草備用金。呢筆錢撥入你嘅博弈保險倉，即係上一期我哋分好嘅50個單位，用於提升你下一次進場時嘅資金深度或者單位面積。呢筆錢係你未來嘅彈藥，但係你必須嚴格控制佢嘅使用方式。你只可以用佢嚟增加你嘅單位面積，而唔可以因為佢多咗就亂咁下注20%，即係2000蚊係多巴胺釋放金。呢筆錢必須在24小時內全部花光，亦帶嚟最實在嘅享受。食一頓最正嘅晚餐，做一次水療，買一份心儀已久嘅禮物，強制花掉20%去享樂，即達地滿足大腦對多巴胺嘅輸入需求，讓大腦形成贏錢等於好生活嘅正向連結，從而阻止你再次進場尋求刺激。和我再深入解釋下呢個分倉法背後嘅心理學原理。你強制花掉20%嘅利潤去享樂，和你嘅大腦會將贏錢同實際享受連結埋一齊。你唔會覺得贏錢係為咗繼續賭，和你會覺得贏錢係為咗更好嘅生活。呢個心理轉變極其重要，佢可以徹底改變你同賭博嘅關係。當你嘅大腦將贏錢同享受連結埋一齊，你贏錢之後嘅衝動就會減少，因為你已經得到了滿足。你唔會再因為未夠喉而翻轉頭，而且你強制將50%嘅利潤鎖死，你嘅財富會真正開始積累。和你唔會再因為一次衝動而將所有利潤輸翻出去。你再諗下，如果你每次都係咁做，你嘅鐵甲準備金會不斷累積，生活品質不會不斷改善，你嘅心態會越嚟越平靜。你贏錢之後，你唔會再覺得我要再去贏多啲，你會覺得我要去享受生活。呢個就係贏家同輸家最大嘅分別。我再講一個真實嘅案例，有一個職業玩家
每次贏錢之後都會言及則成。三信託分倉發佢用鐵甲準備金買咗層樓，用多巴胺釋放金帶屋企人去旅行和佢嘅生活，因為贏錢而變得更好。佢對賭博嘅依賴越來越低。佢後來同我講：我而家贏錢之後，最期待嘅唔係下一場點樣用啲錢改善生活。我老婆而家好支持我去玩，因為我每次都帶禮物返去。呢個就係真正嘅贏家心態，從去強制分配利潤，才能在金錢誘惑中立於不敗之地。幾基藤。如果你想加入一個講求精密理財、拒絕隨意揮霍利潤嘅高質量博弈研究圈子，歡迎訂閱我哋。喺評論區分享下你平時贏咗錢之後最中意買啲乜嘢嚟犒勞自己，我哋一齊交流心得。好，講完三信託分倉法，我哋進入第三部分，贏家嘅隔離檢疫期，點樣用時間阻隔多巴胺復給？呢個係一個極其重要，但係好多人完全忽略嘅步驟，亦都係你由贏家變成常勝贏家嘅關鍵。多巴胺復給現象係乜嘢？贏錢之後，你大腦內嘅神經元會對嗰種快感產生生理依賴。你贏錢嗰陣，而和多巴胺大量釋放，你感覺極度興奮。呢種生理嘅快感半衰期大約係72小時，即係話贏錢之後嘅72小時內，和你嘅大腦會持續渴望再次獲得嗰種快感。你嘅前額葉皮質，即係負責理性思考嘅部分，會持續被多巴胺信號干擾，和你嘅判斷力會下降，你嘅衝動會增強。呢個就係點解贏錢之後嘅頭幾日你會特別想去賭場嘅原因。因為理性覺得應該去，你係因為生理上渴望去，你嘅大腦已經將你綁架咗，令你嘅意志力喺呢個時候係最薄弱嘅。我再同你講一個神經科學嘅細節，多巴胺嘅半衰期係2分鐘，佢對大腦神經回路嘅影響可以持續72小時。即係話，就算你贏錢之後2分鐘，多巴胺已經代謝完，但係你嘅大腦神經回路已經被改寫，你會持續渴望再次獲得嗰種快感。呢個就係成癮嘅生理基礎。職業高手點樣應對和佢哋有一套72小時隔離法，從你帶住利潤離開賭場嗰一秒起都唔係和。你必須強制給自己設定一個72小時嘅隔離檢疫期，再就喺72小時內，你被絕對禁止踏入任何博弈場所，唔睇任何路子圖表，唔討論任何牌局。你完全切斷自己同賭博嘅所有聯繫，和讓大腦內嘅化學物質完全恢復復活正常水平。如果你在贏錢後嘅72小時內再次進場，你嘅前額葉依然處於被多巴胺劫持嘅狀態，你必然會做出平日清醒時絕對不會做嘅決定，將利潤乖乖還給莊家。你再諗下心理學，如果你贏錢之後即刻去食一餐好嘅，買一份禮物，做一次按摩，你嘅大腦已經得到了滿足，你嘅多巴胺水平已經恢復正常。你仲會唔會咁想去賭場？答案係唔會。我再同你講一個心理學實驗，研究人員將一群贏錢嘅賭徒分成2組。組被要求立即離開賭場並回家，另一組被允許繼續留喺賭場。結果發現，即離開嗰組嘅多巴胺水平在2個小時之內
恢復到正常水平，而繼續留低嗰組嘅多巴胺水平持續高企超過6個小時，就係物理隔離嘅重要性。你離開得越快，你嘅大腦恢復得越快；你留得越耐，你嘅大腦越難恢復。所以72小時隔離法嘅核心係快速切斷。你贏錢之後要即刻走，走咗之後要隔離足72小時，等大腦完全冷靜落嚟。我再舉一個成功案例，有一個職業玩家，佢每次贏錢之後都會強制休息3日，其會去行山睇書，陪家人，完全唔接觸任何同賭博有關嘅嘢。佢話：我知頭一日最難受，因為大腦持續渴望多巴胺，第二日開始慢慢平靜，第3日已經完全恢復。佢用呢個方法玩咗幾年，從來未試過因為衝動而輸返利潤。錢和佢嘅成功唔係因為佢運氣好，係因為佢識得管理自己嘅大腦，俾大腦一個冷靜期，你可以在狂熱洪流中隨時剎車。如果你想在日常生活中做任何投資決策，都培養出呢種神級嘅冷卻力，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我哋嘅影片成為你每星期嘅清醒劑。好，講完隔離檢疫期，我哋進入第4部分，實戰執行，將籌碼變成實體財富。呢個係整個穩中求勝系統嘅最後一步，亦都係最完美、最無懈可擊嘅收官戰話。我開咗幾十年賭場，最清楚我嘅王國之所以能夠屹立不倒，係因為99%嘅贏家都只係將贏到嘅利潤當成下一次進場嘅燃料。佢哋贏咗錢，但係佢哋冇真正擁有過呢啲錢嘅，因為佢哋永遠準備將佢哋再壓落去。在莊家眼裏，只要你還打算將這些錢帶回牌桌，這些錢就依然係我嘅暫存資產，只係暫時保管，而唔係真正擁有你嘅利潤，隨時可能回歸莊家。唯一真正打敗我嘅時刻，係當你將贏來嘅籌碼填咗你嘅房子嘅磚瓦、家人嘅旅費，或者你銀行帳戶裏雷打不動嘅存款，呢個時候你嘅利潤已經轉化為實體財富。莊家永遠無法再觸碰你嘅利潤，已經成為你人生嘅一部分，而唔係賭台上嘅一個數字。我再同你講一個真實嘅故事，和呢個故事我每次諗起都覺得好欣慰。有一個退休阿伯，佢每次贏錢之後都會嚴格執行資產隔離，用鐵甲準備金幫個孫交學費，用多巴胺釋放金帶老婆去飲茶。有一日佢同我講：新哥，我玩咗10幾年切和，雖然每次贏嘅唔多，但係我幫個孫儲咗一筆教育基金，我帶老婆去咗好多地方旅行，我呢啲錢永遠唔會再返嚟你度。從我望住佢，心入面知道佢係真正嘅贏家。佢贏嘅唔係錢，佢贏嘅係生活。佢將籌碼變成咗實體財富，將利潤變成咗人生回憶。佢嘅利潤已經永久離開咗我嘅系統。莊家永遠無法再收割。呢個就係贏家同輸家最大嘅分別。贏家將籌碼變成生活，輸家將生活變成籌碼。吃和，我再重申一次，今日教大家嘅整套贏家資產隔離系統。第一步，改專認知，唔好再將贏來嘅錢當成免費籌碼，將佢當成血汗錢。第二步，執行3信託，分倉法將利潤分成鐵甲、
準備金、糧草備用金和多巴胺釋放金，比例係5:3:2。第三步執行72小時隔離檢疫期，贏錢之後強制休息3日，完全切斷同賭博嘅聯繫。大腦多巴胺恢復正常水平。第四步將鐵甲準備金轉化為實體財富，買樓、供樓、投資、交學費俾家人，和令利潤永久離開賭場系統。呢4步就係一套完整嘅贏家資產隔離系統。你由今日開始，每次贏錢之後都跟住做嘢。你唔會再因為衝動而輸返利潤，你唔會再因為貪婪而由贏變輸。你將會成為一個真正能夠守住財富嘅贏家。我用規則建立了帝國，但也最敬畏那些在離場後像商業銀行一樣冷酷防守隔離利潤嘅理財大師。贏錢是技術，守錢才係修行。希望今日嘅贏家資產隔離術能幫你鎖死勝果，建立起真正攻不破嘅安全防線。睇完影片，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一齊探討交流，話我知你平時贏咗錢之後最快試過幾耐，輸返出去，我會逐一睇大家嘅討論。如果今日嘅詳細拆解對你有少少啟示，請點讚並訂閱我哋頻道。我哋下期再見。